高雄美浓是一只有名的客家庄，大家如果说过，在台东北南也有一只美浓庄，如台北南排嘅秋水路。也这个唔单止是台东第二大客家的产区，还因为出产本人先做贵烟甜点嘅凤梨客家饼，变那个有名。不过客家产业经济效益用来讲，如果细，中度的人口都开始老化了。也2年来，也个有穷用理想的后生人，结合因阿爸也毕嘅农务专业，想要为民农寻出新嘅产业发展。对冷冻库拿出来的火锅，我已经录结了一层啪啪的霜。解冻过后，工作人员将块小皮切做一堆一堆的吞进拿黑，也就经过冷下25度低温保存的火锅，做入研熟的，准备送去加工做饼。当日附近呢，除了木床的牛呢，火锅的锅肉经过杀菌、大面来、老化熟成。完全嫩化过后，过半日做饼机度打做冰淇淋。大家已经该平滑，哎呀，差不多到的时候哈，就差不多全部会是这个样子。批到火锅老嫩香味的冰淇淋顺轮流下来，工作人员同样都拍摄些的火锅冰淇淋装作一盒一盒的，而半日冰库马上冷冻。做题民国62年嘅海，台东北南乡美浓村都开始有人提种火锅嘅。到了76年，火锅韩国喺苏岛市场分养，美浓村种火锅嘅面积都一下加多。市价的外销非常强，我年输出的话，台东的市价就有大概有7500吨左右了。不过，睇火锅嘅产季，还有风采、受风，也算落雨过后，冒风，温度变高，更加会造成火锅太熟变软呢。就算还系几好食，也都熟嘅嘢落过，冇法度马上送去市场，都只有送本隔壁林沙，也算挑黑的。果子是最好吃的时候，但是它却不能够拿到消费者手上，又都是要拿来去送给人家吃。因为我们台东很多都是那个释迦果农嘛，那送到最后拜托你不要再送。89年的时节，当地嘅火锅sản銷班都決定種錢成立餅品鋪，開始研究火鍋有乜嘅新嘅用途。這種想法已經成熟了，然後就開始募股，就是募集基金這樣子。那我們班裡面有40個班員。募集了320万，然后用这个320万做基金，然后开始去选购这种机器。頭擺，因為係委託冰淇淋廠商用人嘅火鍋來做餅，冇想到做出來沙槍牛奶嘅米絲，冇火鍋米，根本都冇特色，因為只有自家同事做困難。剛開始做的鳳梨世家冰淇淋。它可以吃到果肉，但是你吃不到它的那个味道。好，只是这是凤梨世家没有错，但是那个味道显不出来。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，我们现在的凤梨世家的冰淇淋，你不但吃到果肉，你还可以吃到那个凤梨世家的香味。一群完全唔曉得的人，吃一個吃，用嚟動態嘅功夫，總算研究出有濃濃嘅火鍋香味，有食得到果肉嘅冰淇淋。92年，韓國人先做貴煙就台灣邊嘅餅，辦叫黃梨火鍋餅，肯定本大家手底，平均一年都用係15000斤嘅軟薯果，更加係慷慨同其他農產品未拿來加工。後來也開始生產台東的農產品的冰品，比如說洛神花、百香果，這些我們也有做枇杷，還有甚至鄰近的那個果農有那個愛文芒果，我們也幫他做。
副工农社会部分特殊的6个月损失，不过三手班数购的量总共有限头，数购驾驶也抢6股先购的1股。不过同其他农作物比起来，驾驶虽然高高，不过总系本贸易上6年的。不过农嘅收入还是唔高，故说新一代嘅农民如睇香港按用来提高农业嘅价值。私家产业它的价格大概都操纵在贸易商、操纵在商人手里了。因为我希望私家不再是一个单纯只能称斤论两卖，我希望它能有一个附加的价值啊。位于比南河旧河坝嘅美农村，本来系比南族大嘅所在。日本属嘅认证日本人嘅野内政策，当到西普人来一片开垦。原住民作为大量嘅汉人留下来嘅。像美农村嘅板橋，其實係比南話，唔係一般人所知嘅普古話。在还没有开花的时候，到处都是荒地的时候，它长着一种原住民叫做板臼的那种朝天椒。这种朝天椒又小又辣又香，因为这个很多，所以原住民他可能就说：“哎，我要去板臼采板臼，好，我要去采板臼。”后来这个地方就变成。登陆的时候就，相近的音就把它取名叫做斑鸠。对日本书的到功夫过后，按多拜嘅身体前赛行人，咪係其中之一。民國50年前後啦，到民國53年啊，吼，就香茅嘅駕駛一定吼，佢一台幾多8個人啦，吼，加千多人去個移民都嘅尾去啦。從美濃嗰台嘅蔣華勇，阿爸嘅比路對台灣生活使去美濃，阿公婆派也到也做路搶到美濃去服侍嘅。係挨都9年當做呢，挨咪要協調啲也傷啊。使去美濃嘅蔣伯，本來咪係睇比南河河壩省嘅平陽耕種，不過比南河不太水過後，田比大槍槍嘅。因能只有使去附近嘅矮山內，如美濃高台、開山大拿、種香茅、薑麻、烏頭嘅也到，裡面茶好價位，如果種烏龍、金萱也到茶樹。不過有認真茶外銷無按好嘅，高台本來發展喜好嘅做茶廠，一件件嘅關係，高台無按鬧熱的，無嘅也幫裡幫表。民國80年。80年、70年開下，大家有頭山檔吼，種幾多種茶，有茶工廠吼，有時間，很多種吼，有茶米啊，種哦，無愛少吼，去甲種哦，這女都來小哦，無幾好啦，啊，所以倆工廠哦，景觀倆算一件的啦。所有啲客家移民基本上都禁止移民啦，嚇！佢那邊如果落實，就去那邊去啊！啊啲產業變化了，像啲香茅啊冇落嚟咪嚇，啊甘蔗因為草都冇嚟嚇，啊都存到講小部分都種果作啦。味道嘅落實，大部分嘅後生人也只有離開故鄉，美濃留下來嘅搶存到老人家。我們在這裡沒什麼搞頭，幾個年輕人都跑到外頭去，像我的兒子，他們都在外面，大家都想說到外地去混口飯吃。產業轉型讓有機會改變，本來咪係富高農嘅村民戶，92年有一個機會。接下為先前駐村藝術家留下來嘅手藝，以拜師學藝，成為台灣稀少嘅手手師傅。第1年的時候，他請師傅下來教柴燒的時候，我們是純粹是說幫忙的性質啊，但是也有把這個技術跟他學起來啊，所以在第2年我就跟那個窯跟他買起來啊，就開始從事柴燒。台南嘅陳新杰也研看研學，對做飛業有興趣，各種研究生都13年上台北拜師學藝。
打从我摸到一块那陶土的时候，很不自觉就被它吸引住了。那也可以一整天都在做陶，我是觉得很快乐的。就一个人背着背包，坐着火车上去台北找我的老师，在他的工作室开始做起，然后这样子来来回回之间也11年了。认真操守係內培用火燒嘅，喺當個留下評價，也想讓多嘅火花產生無共樣嘅色。古所操守作品是得講當場就無共樣，不過我有好嘅作品，都會嚴格操起手，本土維持喺1000土個價，100燒下來，價格3-4年都冇好衰。也因為安尼，陳明富不用係的愛幾多年啲嘅火果。專心來收入。早期的時候，前5年的話，我們可以說是作品都沒有人買了啊。但是因為第一，你要在這個圈子裡面要跟人家競爭的話，必須把你的柴燒的技術先跟他練好。認真操守是有當多嘅經驗同功夫。故所初期單槍一師做飛嘅，根本無法度有規則家庭。故所陳明富也開始種咖啡，還同操守嘅陶啤同咖啡結合，本遊客100就有2種享受。我這裡從事休閒啊，覺得說，咖啡這種東西，你採收下來之後，你可以放着，哦，有人買的時候就賣。像我去年收的也不夠賣，就說來這邊看陶藝的時候，我們請他喝個咖啡啊，他喝的合他的口味，他就順便把咖啡買回去。這個做醋，像這個我用咗很多花椒。9年前，主席喺屏東內埔嘅蘇年鄉，每家庭各種有機咖啡。不過台東咖啡雖然米是又香又順，通路啥有限頭。故所蘇年鄉也開始研發咖啡酸刺、咖啡酵素、咖啡豆也都附加產品。大陸斷掉的話，什麼都沒有了啦。但是咖啡是永續的啦，不一樣。像我做這個咖啡醋，價錢反而更好啊。像我一小瓶的，可以賣到300塊啊。一定要多元化啊，因為這個好東西我們要利用它，你不能只有喝咖啡了。這個是軟枝種到這邊以上才是鳳梨世家。阿爸嘅比來自新竹嘅吳金曼，這個天轉型做自然農法，總共作物價是相對個問題。我們這樣種了以後，我們知道我們會有多少的收入。我們種大概多少的面積，還是大概能計算出來。天災就沒有辦法了。像穩定的話，不是天災我們還可以掌握說我們這樣有多少的收入。大幫火果能蘇生，吳金曼兩公婆正係樹當大多數嘅樹派，而本火果樹休養。也係收起來嘛俺都會本去黑困啊，俺去選擇是半落葉，所以來去整啊本去黑困。俺都定去發芽，含擺去都會該枝條衝倒，衝太密樣啊佢都馬上唔會講較正嘅果本因啦。吳嘅火果園上年嘅錯嘅，鹽度嘅含種嘅枇杷搶出一道，都係愛用多樣性，本規嘅果園嘅生態使得自然平衡。因為含體火果鹽度有個亞色雜嘅幾嘅250嘅。而本果鹽度的皮料也是得刺激持久。借着一個自然一個循環的模式，比如說我們果樹生產的比較外觀比較差的啊，或我們種的菜啦，還有一些我們的農產品比較差的，那我們就篩選起來給我們的雞當飼料，雞鴨當飼料。一方面呢，它在這個果樹底下活動，它會幫我們除草，兼除草，兼吃一點蟲，我們的果樹不用施肥，就靠它雞的排泄物來供應我們果樹的養分。
接下來吳建明還聯合被富區內嘅有機農，想要通過人生嘅四愛山嘅蘭蘭山，富有做自然生態嘅山啦。後面這片山然後到那一邊連接起來，這裡有12公頃，是我目前我們要做，但是可能不做農作物啦，就一個生態的呼籲。這一大片它屬大自然的就給它歸大自然。新的產業思考也帶動嘅民農新嘅農村發展。近多年來，還有後生人未轉來故鄉加入一隻行列，從陳繁熙到多種來經營綠卡嘅茶葉，唔單止愛種有機，還想愛拿來做土壤技術教學。這塊我種了3-4種的種類，那未來是想要朝着示範茶園的，對，然後讓一些做一些導覽體驗，對，然後我們社區目前也在接洽一些縣政府啊、公家機關啊、學校，然後讓小朋友來了解茶葉。另外，村莊嘅那嘢吳鳳慶也會睇佛教園度做民宿，同佛教園變做公園，本人客是在韓國吃菜嘅油料。可以很舒服在果園裡面散步，然後這樣他會更想要認識你的產業。他了解你的產業之後，他就會有一個這種東西會對他一個吸引力，他就會想要掏錢出來做一些消費。我們整個民宿搭起來，或者是我們茶園導覽解說、咖啡園啊、柴燒導覽解說增加了，遊客增加了，那當然勢必需要這些導覽的人才。那他當然就是對我們整個美濃社區想要留下來的年輕人更多。經過比南坡投入美濃平陽，美濃在地居民只能透過產業轉型。韓國同冇共用嘅產業結合，日本遊客識得到有機咖啡，欣賞得到伊能當有嘅潮手作品，食又香又甜嘅鳳梨沙雞餅，吃菜嘅睇大自然生態度散步，日本美濃變做正經嘅美麗農村。